減脂最快嘅黃金時間呢，就係夜晚空腹啦。堅持1個禮拜避開呢啲食物，體重絕對有突破㗎。晚餐千祈唔好掂呢4大地雷食物啦。第一，炒飯炒麵，高油高熱量，比白飯多200大卡，越食越多，因為好好食啊。替代嘅食法呢，就係份量減半，配搭一啲蛋白質，雞胸肉啊、豆腐啊，加一份雜菜。第二，粥或者燴飯。糊化咗嘅澱粉質咧，令到血糖飆升，脂肪囤積更加快㗎。替代嘅食法咧就係換成糙米、藜麥或者紅薯，穩定血糖，冇咁易肥㗎。第三，雲吞麵，澱粉加澱粉，1碗等於2碗飯嘅碳水。替代嘅食法咧就係淨係食雲吞，唔好再加麵，配搭一啲蔬菜，增加個飽足感。水餃，10隻等於1個雞髀飯嘅份量㗎啦，內餡肥肉多，熱量炸彈。替代嘅食法咧揀瘦肉餡，一餐咧唔好超過5-6隻。配搭一啲涼拌菜，夜晚其實可以食澱粉質㗎，白飯啊、番薯啊、南瓜，控制份量就冇問題㗎啦。想要瘦加更加快，留言我要食譜，送你一個減脂餐單，跟住食輕鬆突破體重關卡。